在反面呐，李克洛斯佢嘅童年有2件事情影響佢非常嘅深遠。其中一件事情就係佢嘅老妹，在佢細細嘅時節就夭折咧，因為老妹嘅死亡，李克洛斯回憶講，呢兩時間45歲嘅佢，幾年咧就批判了嘅已經過身嘅老妹，因為阿妹要出門去解放，去判了嘅老妹嘅死亡真名。讓李克洛斯佢難等已經過身嘅老妹嘅身體，佢想奇怪，你佢平常我老天家教，我笑我叫嘅老妹樣板現出點點唔會停通呢，佢就走過去老佢攬起來，นั่น呢，知道也嘅老妹老平常冇相同，樣板按冷，佢要夾老佢變下來，想想呢，因為天下老妹嘅關係，佢要老佢攬起來。大家想象一下，一個45歲嘅青年咧，在安陽型嘅年紀，佢就經歷了死亡。李老師講，呢種死亡嘅經驗影響佢對生命嘅看法。佢基本上佢對生命嘅看法係悲觀嘅。不過呢，呢種悲觀之外，佢也要開始去思想，用辦法愛來反抗安陽型嘅一種明天嘅無法度回避嘅死亡安陽型嘅課題。當然也係後來嘅事情。在反面呢，還有一件影響李老師一態嘅事情，就係講因為也係一個老年村民接觸嘅地方，有一個好朋友，也太亞洲嘅老人。那個老人加上我老李老師老佢講非常多嘅傳說故事，也有提到講對生命嘅一種流逝嘅一種所謂嘅感嘆。李老師實講過，那個太亞洲嘅老人加上就一技術，亞等自家已經軟體咧，已經冇用嘅那種男性嘅生殖器，我佢講你已經冇用咧哦，我已經愛轉去咧哦，那種漢人文化地度唔講嘅死亡、老性、死亡和性這兩個課題，在反映嘅童年地方呢，李克洛斯就已經接觸到了，呢個部分也影響到佢後來對生命嘅看法。